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请你去找3位你觉得很久没有看到他的人，跟他讲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能够做一切的事。
耶稣，感谢你一路上牵引着我，十架的路，你与我一起走过。你走在我前头，鼓励我不要退缩，因你在，壮士一切拣选了我。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我举所经历的困难，都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照顾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引领我走进风深宽阔之地，你恩典总够我用。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我举所经历的困难，都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亲爱的主耶稣，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我们认识你以前，在我们知道你以前，在我们爱你以前，主耶稣，你
天气越来越寒冷的晚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在今天的晚上，我要邀请我们每个人，我们开口来向这位爱我们的神祷告。我们开口来向这位爱我们的神祷告。这位爱我们的神愿意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恐惧、怨恨的时候，还有很多苦毒跟埋怨的时候，他就已经先爱我们。我要邀请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是那位在你还没有办法爱你不爱，甚至你怨恨的时候，就已经先爱你的主。今天的晚上，他也要先来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先有了那温度，先有了那个温度，是神他爱我们的温度。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在今天的晚上，我们更多的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要将你的爱浇灌在我当中，因为你已经在那创世以前，主，你已经知道我们，你已经知道将来有一位主，就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是那被创造、值得被爱。主啊，即使在我们的心还充满了矛盾、充满埋怨、充满怨恨的时候，主，你的爱要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你已经献上那一次永远的祭，你已经献上那一次永远的祭，使我们可以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爱，使我们单单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不再恐惧战兢，因为主你以完全的爱来爱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回应你。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带领我们就在今天的晚上来亲近，我们从头来唱，我们从头来唱。何等爱你，阿爸天父，向神来唱，你无条件为我付出，牺牲孩子，将我的赎，你爱充满我，主你的宝血，主你宝血为我而流，洗净我一切的罪，洗净我罪，给我自由。你的爱是何等伟大，主耶稣，我们举手来向他唱，一生要赞美，我背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和满要赞美，我背好救主，你的爱是
主你无条件的爱在我们当中，主你无条件的爱在我们当中，主你使每一个受伤，你使每一个软弱，你使每一个心里面焦急、愤怒，在心里面有很多想法，在我们行为当中很多得罪你的地方的人，能够因着你无条件的爱，就是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流出的宝血，使我们可以领受这无条件的爱。在今天的晚上，每一位你的儿女要经历人子被举起来，但是又因着人子被举起来，众人要仰望主。因着人子被举起来，众人要经历主；因着人子被举起来，众人要相信主耶稣，你就是那位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又赏赐给我们永生的主。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今天的晚上，你的爱要再次的来触摸每一个人，你的爱要再次来恢复每一个人。主，你的爱要再次的来使人心苏醒起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坐下来的时候，你找5个人，你跟他说：主耶稣无条件的爱你。大家平安，大家晚安。我在想一下，我们要不要后面的3排就不要坐人，然后往前坐一点点？对，因为每次我声音有点小声，就是意思就是从学恩后面那2排都不要坐人，然后我们往前坐一点点。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吗？有吗？如果你很想被介绍也可以啊。你要帮他介绍吗？没有哦。好，那有没有很久不见的新朋友？很久不见的新朋友，怎么是新朋友？就因为很久不见，就忘记他名字这样。没有很久不见的？没有。好，那你跟旁边继续翻一下，说今天晚上很高兴看到你。今天晚上很开心看到你。我们要马上来消息报告。第一个。就是在明天的早上，礼拜天10月5号，就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的圣礼典。那感谢主，在我们青年当中呢，今年有这一次的圣礼典有4个人要来坚信礼跟成人洗礼。那如果明天呢，你们会来礼拜天，然后一起做礼拜的，也欢迎我们可以一起来。欢迎他们，然后进入这个神的大家庭，然后他们要在明天就要在众人面前宣告说他们是属主耶稣的。传道这礼拜跟几个同工呢，我们去板桥那地方，然后有一系列的做我们讲说内在医治的这个课程。简单讲呢，就是属天的交换。你跟旁边讲这是属天的交换。属天的交换。那交换什么呢？交换礼物，交换信物，其实就是交换把不属神的信念交换成属神的信念。那这个属神的信念呢，就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所以每个礼拜我们来到
教会里面，我们来听讲道，我们来分享，来聚会，其实很重要，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一直在神所赏赐的这个永恒的信念里面。我们今天那个讲到的时候，可能也会说到，所以其实你们每一个礼拜坐在这，你好像觉得哦，我又再听一次，又再听一次，又再听一次。特别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大概是从游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他应该都会一直不断的在讲。因为这跟救恩有关，这跟福音有关，这跟我们到底相信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人家问你说：“哎，何生燕，你是基督徒，你相信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如果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那今天所分享的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信仰到底基督徒在信什么？到底我们所认识旁边的那个人，他来到教会中，他要认识什么？那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二个呢，生日助学金的颁发，11月12号主日礼拜，也就是下一个礼拜的主日礼拜。华语礼拜呢会颁发国高中，然后台语礼拜会颁发国小跟大研。所以如果你是代表的人，你一定要到场参与。然后如果你是在名单上有的人，你也要来到现场来领取。然后不行的话，一定要事先请假。那应该在周报里面，我们都会看到那个名单这样。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就可以来问我，或者是来问那个余文干事长。好，11月11号呢，青年牧区的定期会也是在11月11号，应该是礼拜六，对。所以是礼拜六的早上10点，我们在401的地方呢有青年牧区的定期会。那这个青年牧区的定期会呢，今年是这一天是最后礼拜六，这个是今年度的最后一次青年牧区开会。再接下来的下个礼拜呢，就有，等一下应该也会讲到，11月18、19有全教会的核心同工的研习会，所以11月11，也就是这上面日期，就是那个光棍节，1111嘛哈，11月11，这个我们不用庆祝啦。那个11月11呢，早上10点，新就任的同工都邀请我们可以参与，特别是小组，明年小组的同工，就是邀请我们可以参与，也可以了解说，明年我们要一起走向青年牧区什么样的未来，好。那当你有参与的时候，你就是在里面当中的一员。你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建议啊，或是有什么想法对青年牧区的话，你也可以先在这一天开会之前，你可以先提出。如果你不是核心同工的话，你也可以提出你的想法。那你可以透过你的小组长，或是透过我们当中你干事，或是透过我，然后让大家来认识，然后让大家认识你的想法。然后一起来为明年的青年牧区来预备。然后总务组呢，在招募小帮手，还有招待小组，这个每个礼拜都在讲哦。但是我看见，其实有些人他默默的补位，默默的在参与在这个服事当中。虽然你可能的名字没有在上面，或者是招募小帮手，这小帮手好像不在，但其实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是没有挂名。但是我也相信，当我们愿意一起来服事，一起来成为不管是有名字或没有名字的同工的时候，神都纪念我们所做的工。好，下一个社青团契的烤肉趴在还有第4季的庆生会，11月11晚上，也就是周六礼拜结束的时候，然后应该在我们教会的可能是1楼或是9楼，那个我们今天社青团契的会长那个生病，所以他请假。那如果在我们当中呢，如果你是社青的，欢迎你带你的朋友来参与，或是已经很久不见的社青，你也可以邀请他跟你一起来参与。那报名请赶快告诉社青团契的会长。好，下一个是一样是社青团契的守望祷告，在隔一天，所以他们前一天晚上烤肉，隔一天就要去祷告，这很重要。祷告是在神的面前一种建立祭坛的方式。11月12号8点15在3楼的祷告是社青团契守望祷告。好，然后
后等一下呢，11月4号就是今天呢，等一下小组之前，我们要来练唱，就是青年牧区要在11月19号台语场的献诗，现做活祭，现做活祭。所以如果你可以一起来服侍的，不管你要练几次，你就是每一次都参与。然后如果你没有要当天献诗，你也可以参与在事前的练习，跟大家一起，那我们也成为彼此的鼓励。然后属灵家长装备课程，如果你之前有请假缺课的同工，请务必在11月底前补课，11月底前补课。好，还有就是我们青年亲友福新年亲友福音见证，12月9号呢6点，在我们4楼的地方有这个青年的亲友餐会。意思这我突然变大声了，随着麦克风，那个帮我调一下音量，谢谢。所以我们在12月9号呢晚上，就是当天晚上是有裘海镇的这个见证音乐见证会。那如果你是青年，因为我们平常聚会时间是6点嘛，对不对？所以6点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那请你要在你的小组，如果你没有加到LINE里面的小组的话，你一定要透过各样的管道，像我们的语文干事来登记，或像我们小组长来登记。那这个餐会呢，是给我们青年跟青年你带来的亲朋好友，所以你要带爸爸妈妈来、阿公阿嬷来，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同学，或者是你不认识的陌生人，点头是就可以邀请他来。所以我们就是6点到7点，这是一个餐会哦。然后这是很恩典，因为它真的就是否青年跟青年的亲友。那你说，如果那个成人他们来的话，成人的话，他们已经成人牧区已经有2楼的，他们有安排服侍了，对。所以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他们还不是基督徒，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向他们传福音，你就是邀请他来听裘海镇的音乐见证会。那裘海镇那站当天晚上呢，就是会跟大家来分享他所在这个过程中创作的音乐，他怎么去经历神，那他生命怎么去改变，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从一个艺人变成一个福音的艺人，这是一个很感人的过程。所以邀请大家，我们要在11月25号前向语文干事来登记。OK， 宣教组迦南有圣诞。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始在规划，在当天晚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你可以开始设定一个对象，设定2个对象，设定5个对象，设定你的朋友，你在乎的那个人，你觉得他很需要福音，或是那个人是你自己，当然我们当然要参加，那就是邀请你的朋友，邀请你的同学、同事一起来报名迦南有圣诞。那晚会呢很精彩。除了有表演之外呢，还有摸彩，跟你旁边说我摸彩，跟你另外一边说你要摸中哦，要摸中哦。好，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有你与我。
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明白哭有时，笑有时。但是主啊，在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就求你显明你的恩典跟慈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现在奉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作为你圣工所用，求主你悦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我们一起要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约翰福音3章14到15节，然后另外一处是民数记21章4到9节。感谢主，就是我们现在有那个手机可以下载圣经。我记得我在高中、国中还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所以我们都会用那个夹页，这边读完然后赶快翻过去，然后另外。好，不然就是要比赛翻圣经，知道？我们有一年还玩那个翻圣经比赛。然后我记得那谁，杰耀吗？还是谁翻那圣经翻超快的，就赶快翻这样子，大家在翻圣经。所以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有手机之后，有一些乐趣就会不见。但是呢，我相信有了手机之后，还有更多乐趣，因为下载 APP 游戏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只有要用一种 APP 叫圣经 APP， 哈，跟你旁边说，你只有要用圣经 APP。对，好，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3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15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另外一处经节，民数记21章4节开始一起念。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愿读神和摩西说那个字打不出来。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何意，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你跟旁边说，你不是那条蛇，你不是那条蛇。对，蔡佳恩跟谢女娟也不是那条蛇。好，谢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哦。我相信，如果你认识游牧师，你大概听过他讲这段经文，听过很多遍，对不对？有听超过5遍的举手。哎，下面没有举手，什么方向？你有听超过1遍的举手。哎，都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摩西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怎样被举起来。你有听过哦？有听过的举手。好，什么方向？这一段经文呢，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祖先献上自己。因着祖先献上自己，所以游牧师才会一直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分享。因为若不是祖先献上自己，今天的你跟我们坐在这里是枉然的，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一种偶像崇拜而已。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他如何先献上自己，我们不会领受到那样的恩典，我们不会坐在这里。那
今天呢，特别是我们进入到11月，还记得12月牧师说我们12月是什么月吗？不知道，圣诞节什么月？什么月？宣教月。宣教月啊，两边宣教月。12月的时候，我们要透过12月每一个礼拜的节庆，要向人来分享这个福音的大好消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在庆祝，叮叮当，叮叮当，应该常一直听到吧？特别去书店的时候，去百货公司的时候，对，都是在那个 Santa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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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都是在就是 Christmas 这样。然后，但是为什么要过这圣诞节？这圣诞节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特别对基督徒来说，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节日啊！在你旁边说，这是我们的节日，不是商人的节日，不是那些广告百货公司叫你哦，因为圣诞节就出了一系列的产品。最近某公司出了那个圣诞节系列产品，还有布置非常漂亮，然后大家都超想去买的这样。不只是这样。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每一年过，我们不需要每一年好像就到那个时间，就为了那些商业的目的，为了那些气氛的目的，好像在那个时间才会特别温暖。不是，今天的晚上，神的话语就会使你的心温暖起来。好，跟旁边说，神的话会使你的心温暖起来。怎么温暖起来啊？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们用一种方式让彼此温暖起来，众人都可以，不是只有2个人，不是只有1个人，很多人都可以，就是烧那个火。我们现在可以烧木炭嘛，那以前是什么？烧木材、烧树枝、烧叶子。那在古代其实不只是台湾、中国或者是这中东，是整个全世界其实都有这样子的。用火献祭，献给那时候他们所相信的那位神。不管在任何的国家，你去找他们历史的文献或是古迹，就会看到说，献祭这件事情是每一个地方古早就开始有的。但是，一直到如今，还有吗？你们觉得还有吗？献祭还有吗？还有什么样的献祭？烧金子献给谁？死人。还有吗？还有什么样的献祭？有没有听过斩鸡头立誓？对，有没有听过献猪公？有，你甚至还有看过，对不对？有牧师常在讲嘛，那些猪嘴巴都画一个那个什么干嘛，就是干弯嘛，然后他们都不甘，心有不甘。然后如果放你上去的话，我超不甘的这样。但是有一位耶稣，他献作活祭。如今你跟我可以不用付上任何的代价，就领受这5条件的爱，就是也因为有一位耶稣他献上活祭。以前的献祭好像就是长这样，就是画图画出来的，然后一个图片。但实际上我们后来认识到，其实献祭有小的，有很大的。甚至有一些地方，他们的献祭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他们烧人，他们烧儿女，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么多献祭的方式当中，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啊，其实去拜拜，或者是去拜任何的神明，那其实也都是一种献祭。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现在这个时间不去拜土地公啊，不去拜妈祖啊，不去拜关公，为什么要来这边拜？这边拜，这边敬拜神，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做了一次永远的祭，而且这个祭不是让人心里面为了平安才来，而是我们已经先得着了这个平安，所以我们在这里。所以今天主题说，主先献上自己，先。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要一起来行、一起要奔向的这个方向，跟教会转型要走向的道路，是主先做了，我们跟上。跟你旁边说，是主先做了，我们跟上，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然后神你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对，是不是这样对？不是，是当我们领受，我们跟上去做。
那今天呢，我们在读到新约的时候，新约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今天是3章，到1章的时候就讲得很明白。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施洗约翰的人，就是那个穿什么样衣服的人？兽医，不是那个死掉的兽医，不是，是那个野兽皮的那个兽医。这个约翰，他看见耶稣走向他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位是神的羔羊，是来除去世人罪孽的。你会看到传道，然后你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然后你会看到佳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你会这样说吗？你应该会觉得很恐怖，对不对？对方也会觉得你很恐怖。那为什么约翰看到他会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他知道，这位要来的是那位他提鞋带都不配，是那一位为我们献上活祭，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不再认为是一个刑罚的记号，而是一个救恩的记号，是一个很潮的信号，很有盼望的，甚至是很 fashion 的。你有看过那个戴十字架，就是那个中国有嘻哈戴超大十字架那个项链，你有看过吗？我知道好像很多人都在看那个，就是每一个礼拜会放，就是嘻哈 rap 的那个比赛。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我们感谢耶稣，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为我们做完悔祭，赎回我们所犯下的，代替了那些。而且今天也因为祖先做了，所以我们会跟上。这个跟上呢，其实是需要信心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就是不想跟，不知道怎么跟，为什么要跟？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主的信是不明白，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相信，像我们这个礼拜去这个 do 就是去这个内在这个服饰的训练装备的时候，很多人就在分享，当他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念头，他遇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先有那个念头，他在遇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有那个念头，他发现原来回到圣经里面，这一切都是谎言。他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先第一个想法是他一定不喜欢我，但他不会讲出来嘛，不会看到说你一定不喜欢我，他是心里这样想嘛。所以因为他觉得这个人不会喜欢他，所以他的反应就永远都是他不喜欢我，所以我才做这个反应。那他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第一眼也是这个人可能不喜欢我。当一个人他里面是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他遇到任何的人，就很像戴上那个墨镜有颜色的眼镜，他看出去的世界都是那个颜色的。所以当我们去到这个训练跟装备的时候，神第一件事情是他要转换我们里面那些不属神的信念跟想法。所以当神他献上他自己，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里面要先被更新，透过神的话语来更新。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不是说你要换掉你的信念，然后跟你讲一个别的，或是用敬拜赞美的歌词来告诉你，或是用其他什么什么东西装备的课程的内容来告诉你什么才是正确，不是，他是用圣经里面的话语，出于圣经里面的话语，每一句都是是的，都是真实，而且在我们生命中会发生。只要你愿意以信心的行动来回应主的爱。所以今天第一个讲到说，人的罪使我们面临一个结局是，今天的经文这个很有故事性，好像按不下去。第一个是，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来到旷野的时候，来了一段时间，苦累荒凉没有地上只有那些野草跟石头，难不成我要吃土吗？所以这时候开始有一些声音出现，神我们没有水喝，
神就透过摩西敲打磐石给他们水。神让我们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在清晨的时候，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所以跟你旁边说，冬天变冷，不要赖床。当他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神就安排了鹌鹑、玛拿，成为他们的供应。但是继续走，而这个过程还发生了战争。来到了这个时候，神让我们到底要在旷野住多久？我们这边都已经绕了不知道几圈了，我们都还没有走进那个迦南地。开始，原来是之前是跟摩西讲，摩西，为什么没有水喝？为什么没有东西吃？到如今呢？哇，不只是有摩西了，开始怨恨神了。神啊，你为什么让我们没有水喝？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出埃及？都是你的错。他们开始，如果你看经文，到着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不再只是怨恨摩西、怨毒摩西跟亚伦，他们开始把矛头指向上帝。什么时候我们会将矛头指向上帝？不顺利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向矛头指向上帝？跟你旁边说，跟我自己有关的时候，因为没有人可以怪了嘛，只剩下一个人可以怪的是谁？神啊，再没有借口。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在反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刚刚讲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另外还有就是出于他的话，每一句都是是的。如果每一句都是是的，那不是的到底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嘛。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怨毒舌的上帝。你看他们，这边应该看不到。何尔山，在你们现在看的图片左边这个位置。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就是 OK， 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就是橘色的这个位置，他们在何尔山，然后开始绕，整个40年都在绕这个旷野。对，很像在坐摩天轮，很像在坐旋转木马，绕不出去，40年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们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怨毒上帝，而且你知道还不知感恩，心生苦毒，就是我刚刚说的。哎呀，好，又按不下去了，帮我按一下。这是什么？鹌鹑。那右下角，这是人自己描绘出来的可能的玛纳。就是这是什么这样？那接着就发生什么事呢？就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火蛇，神发怒了，他恩待他们到如今，但是人呢，让他们自己的意念，让他们自己的怨毒充满在这当中，火蛇就进入去咬这些。刑罚，去刑罚这些恶人。当我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适合拿来分享的，但是这段是文言文，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念吗？这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大家都知道的成语。然后这个人呢，他也是真的人，但只是他是在中国历史中出现。好，我们一起来念，而且念很快哦，因为这有点绕口。好。其者曾子处废，废人有与曾子同民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生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之自若。”有请焉，人又曰：“曾生杀人。”其母上之若也，请之，一人又告之：“曾生杀人。”其母惧，投书欲强而走。夫以曾生之嫌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子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是三人，臣恐王为臣之投书也。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谋。”于是与之盟于袭扰。你听有在讲啥？谋。那你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吗？杀人。谁杀人？他真的杀了吗？没有，三人成虎。哎呦，谁讲的？加分。三人成虎哦，应该的。你
你知道中国人很厉害，是他可以把一句话变得很复杂，就是像这样这么复杂。然后呢，他又可以把它变简单，就是这一篇讲完之后又变得很简单了，因为就只有4个字嘛，叫做3人成虎，然后再另外4个字叫真身杀人，然后后面要附带一个字叫什么？假这种假的、暂时的、骗人的。我们在读到这个的时候，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我刚明明在讲摩西说神就让火蛇咬民刑罚恶人其实不属神的心意也是这样在我们当中，不是吗？当有一个人告诉你的时候，明明你就知道他的为人，然后你就会说他不会这样做。到了第2个人的时候，告诉你说我跟你讲他是这样，然后你就在想说这个人讲话好像你还是有点可以信，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做？他应该没有这样做吧。然后到第3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好像那个可以信靠值又更高了。我跟你讲，他怎么样？他相信。然而，我们在读中国古文的时候，知道这是什么？3人成虎是 gay 是假的。但是在我们生活中，在摩西的那个时代，在今天，这样的事情却仍然发生，不是吗？而且一句假的话，一个不属神的信念，一个罪的思想跟妥协，在我们当中蔓延的时候，就像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看他最后面，王曰什么？寡人不听，也请与子谋。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判断力。当我们听到流言，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你开始怀疑它，它不是属于神的，它不是属于神的思想意念，这样的话语可能是，但可能不是的时候，我们需要成为那个有判断的。最后这句话停在那个王身上，不只是因为他认识真子，我相信，当神让我们有一个角色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有从神来的判断力。但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死亡权势就掌管人心了。火蛇到哪里，有这样思想意念的人，全部都显现出来，被咬、受伤、死亡，就在我们当中发生。有时候不是肉体的死亡，更是灵性的死亡。可能我们坐在这里，但我们在想的，我们准备讲的，我们要准备做的，有时候不是合神心意的。然而，神知道人的思想意念，他知道我没有办法靠那个有信德的人，那个讲话算话，我没有办法依靠那个讲话算话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完全的败坏，我们都是有堕落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需要别人扶持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们内心的黑暗还没有办法让别人看到，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陷入在黑暗当中。然而神他知道，他向众人去显明了他的慈爱。摩西在旷野举蛇，摩西听见了这件事情，他们怨毒上帝得罪神的事情，这些人就来告诉他说：摩西，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跟你说，我犯罪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第一件事情，你会是去处理那个罪吗？处理那个人吗？摩西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他第一件事情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求神来止息这样的怒气。他求神在我们当中，当我们看见到不合神心意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祷告，为这个人来代求，为这个人他软弱的地方，求上帝的怜悯临到他，求上帝的慈爱临到他。接着，摩西举蛇，这个铜蛇，他说：当我们仰望的时候，就带来医治。
其实传道也常常在练习这件事情。当你看到一整个环境都是黑暗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他的眼光啊，很容易看到黑暗的事情，可是光明的事情就不顾了，因为黑暗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跟影响力。所以当那个光明的出现的时候，他会等下来，那光明没有关系，我就是专注在我的黑暗。然而，今天神透过摩西举起这个铜蛇，教导我们一件事：当我们看见这环境黑暗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不能胜过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抬头来仰望。你现在往后看，跟看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前面有十字架。当我们一直往后看，往我们的过去看的时候，往我的那个经验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停在那里。但是神他仍旧要在我们生命中做行事，是邀请我们往十字架的方向来看，仰望他来看。而且当我们仰望的时候，神就要在我们当中做那个医治的工作。哎，这个人是谁？你知道谁吗？你看不出来？可以，哎，答对。他是可以去我刚刚借的图片，因为我们每次都看那个图片，看那个铜蛇这么高，然后你大家都不知道它到底多高多大，所以旁边放一个真的人，这样，然后可以对照。那是佩如，你们都认识哦。他上次去那个以色列，这是一个艺术家，他就做了这个当年的这个摩西举蛇的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就做了这个铜蛇，可是他做的像十字架的样子。因为后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耶稣他用他自己被举起来，就像当年摩西举铜蛇一样。所以在这个十字架下面有一串英文，然后那一串英文下面有一串希伯来文，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哦呦，不错，嘉宾答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者叫一切信的人在他的里面要得到永生。这段经文下面那段经文就是英文的，跟希伯来文在讲这一段经文。它就是透过艺术让人来看到说，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是可以被经历的，是可以体会的。我们最常听到牧师常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就用这个救护车来跟人家分享。最左边那个橘色圈起来就是蛇，就是医治的记号，就是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个关键。如今透过耶稣基督，其实还有右边那个十字架，来带领我们。所以他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是第一个是耶稣他献上自己做挽回祭，第二个是十字架的救恩赏赐我们有永生。所以在今天约翰福音3章14、15节之后，就是那个大家耳熟能详、能够背起来的经文：神爱世人怎么样？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是确实是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去经历的。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就可以来经历。这刚刚已经有那个图，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用这样子一个表达。那你要问说，我们如何？特别是我要跟一个他还没有信主，他刚接触福音的人怎么去分享？如果我们要领受这样子的拯救，我现在讲的不是我们，我说旁边那个你要跟他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去领受那个拯救？第一个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得罪上帝，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需要回转向上帝。我不知道你现在会想的是什么，可是像我们这一拜去的时候，我就听见有许多人他在分享，
其中有个弟兄他就分享，大陆的弟兄他分享，这样讲出来他应该不会被抓。那个大陆的弟兄他就分享说，他发现他里面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当他在他的课业的时候，他为了要满足一件事情，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努力，但始终他就是觉得，他就算成绩再怎么好，他仍然不能满足，他仍然认为他不够好。接着呢，他毕业了，社青了，开始在工作职场上，老板的交代，他就很努力的要完成，他很努力的在他的事业，可是即使这样做之后，他都努力的去达到，他还是觉得他不够好。他不只是在他的工作，在他的家庭也是。他分享说，他记得他在小的时候，跟你旁边说小时候很重要。他记得他在小的时候啊，常常怎么样？被拒绝、被否定，被拒绝跟被否定。不是拒绝说啊你这成绩不好，不是拒绝说啊你这考很烂，不是，是拒绝他可能在平常跟这个家人的互动的时候，啊不要啦，这个不要啦，这不会啦。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一直有心里有一个念头，特别是在他的父亲过世之后，他努力的要去代替他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他这么小，他爸爸那么大，他怎么可能在小时候就可以成为他父亲那个角色？所以他不断要求他自己一定要能够去担起这个家，一定要能够成为让他们家成为一个安全有保护的地方。但是他只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在他心里面就一直有这样的意念，他认为他做什么事情都永远都做不好。其实这也是一种罪，跟你旁边说这是一种罪。神创造我们有阶段性的过程，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知道你心里面的念头，他知道哪一些事情是你要去经历，而且你会经历的恩典。所以他去那个被服侍之后，他就找到了这个原因，他跟神认罪悔改。所以当你要来以后，我们每个青年，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服侍，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意念能够去转换，从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他回转的时候，他不再那么的有重担了。他说他变得轻松了，因为他知道他不需要去成为那个不可能成为的人，他是他自己。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那美好的目的跟计划，所以承认自己得罪神，不只是我做错一件什么事情，更是我里面那个信念啊，不是只有真生杀人，而是为什么那些人要去传说真生杀人呢？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思想跟意念嘛。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身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当我们开始去寻求神的心意，代替我的心意，当我们开始去寻求神的面，代替我们自己要做的事，转离我们原本知道，特别我们明明知道那是得罪神的。神说他必从天上垂听。礼拜3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大改晚上的音乐会，哇，每次去就是每次感动。感动什么？感动的是人的生命被翻转之后，还能够怎样？神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怎么医治啊？透过这一群悔改的人，他们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透过这一群悔改的人，他们在众人的面前告诉人说，你跟我一样都有改变的机会。这样的改变机会是从神来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医治就开始发生了。医治就开始发生了。
我忘了从哪一年开始，我们每个礼拜，那个张牧师会带领少家的青年一起在这边，有时候会看到新的面孔，我每次都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要在经历改变。所以当你旁边坐了一个新的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因为这个人有可能他听见福音，他要经历改变，但是当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却没有愿意要接待他，或者是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下个礼拜因为他在这边没有任何的连接，他不知道跟谁说话，他就走了，这样一个改变的机会或许就失去了。所以每个人坐在这里的人是非常重要，因为或许不是你自己领受，但你旁边那个人他就领受了。所以更多的我们要求神的信心在我们当中。当我们用信心来仰望这铜蛇的时候，我们就必得活。信靠耶稣必得永生。我很常在讲，永生不是说我现在到永远，是从永远到现在。因为我知道我有永生，所以我现在会开始为我的永生预备。我现在会开始为我的永生做决定。我现在会开始为我的永生有一个求神帮助我的选择。我们第二首歌唱我选择嘛，我选择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神让我们有所选择，所以我可以选择。所以我们最后在这段经文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1到2节。每一个人，我们在遇到一件事情，或许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想法，会有一些声音。特别是当我们要遇到一件新的事情，当我们要在讲教会在转型，牧区在转型，少家在转型的时候，我们更是要从心里面开始有一个神啊，这个想法是从你来的吗？还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缘故，所以我这样想，所以我能接受，所以我不能接受。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相信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喜悦的旨意是要叫我们得着那应许，叫人因我们经历这应许要得着福气。所以第一个，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悔改，因为悔改会带来医治，因为悔改在神面前的悔改会带来生命的盼望。第二个，当我们信靠耶稣，信靠就是说，我不只相信，我还靠上去。上次我礼拜2去那个宗教改革500周年，在讲马丁路德，就是我们这基督教产生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信靠是一种很依赖、很依靠的一个关系。就是我看到耶稣，我会抱上去了，然后他就背着我走，这样叫信靠耶稣。他就使我们的生命做光做盐。敬拜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神要来带领我们。所以我邀请大家，我们起立。你为一件你在这个礼拜，你觉得这个意念时常让你觉得这个意念是一个不属神的意念，或许是你觉得我就是不被人喜欢，或许是你就觉得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或许你的那个想法是这个我永远就是没有办法，或许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不能饶恕。当我们来到
神的面前的时候，我还邀请我们每个人来祷告。如果你是不能饶恕，你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你就说主耶稣，我要饶恕谁？如果你是觉得你不被喜欢，你就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你已经用完全的爱来爱我，还有很多很多。当我们在祷告中，我邀请圣灵要来向你说话，要来带领我们来经历，因为他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特别在这礼拜里面那个不好的意念、不好的思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个不属神的意念、不属神的思想，我要奉主耶稣的名，主啊，你今天要做这奇妙的工作。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赐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求主啊，你赐我们感奉主耶稣的名，我要破除那个黑暗的权势，将这身上为死，主啊，来到你面前，要罪悔，求主你赦免我的心，谢绝那些事，这个面对亲爱的主耶稣，你听见我们的祷告了，你已经献上你自己，好叫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好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不只是来到你的面前，你更是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主啊，当我们心中有那不饶恕的，有那论断的，有苦毒的，主啊，我奉主耶稣的名，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心。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不再活在那样的思想当中，不再活在那样的意念当中，不再活在没有盼望当中。主啊，求我要奉主的名弃绝这一切我们刚刚所祷告里面不属神的思想。我们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来经历。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深，你的爱是何等的高。主，你先献上，我们就愿意来跟上。主啊，当你说是的时候，我们就说是。主啊，在你的话语里面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这些能力就今天要透过我们的祷告，要进入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主，你带着盼望，带着爱，带着你的信实，带着你的公义，要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一起来唱。何等爱你，阿爸天父，你无条件为我付出，牺牲爱子，叫我得赎。你爱充满我，主你来充满我们，主你宝血为我，主你更多来充满我，洗净我罪，给我自由。你的爱是何等伟大丰盛，主耶稣，一生要赞美，我背后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足。当我们每次认罪祷告之后呢，当我们破除这些黑暗权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更要用圣经的话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跟盼望。因为当我们心里是空的时候，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进去的。可是当我们心里面有从神来的真理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因为神说他就是光，光要从我们的心里面照出去，使人看见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
光。所以我这时候要邀请我们每个人来祷告，我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要敬拜、要赞美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会的话，你就可以说：主，我敬拜你，我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怎么样在我生命中做奇事、做新事的神。我们可以用神的属性来到神的面前，用赞美的祷告。我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当你开口的时候，神的盼望就要临到你的身上，你就要来经历神他在你生命中做那个真理的工作，做那改变的工作。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赞美你，主，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主，我赞美你，你是配得我们说主你爱我们到永远的主。因为主你已经先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那无条件爱我们的主，主你是那在我们生命中行那公义信实的主，主你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成为我们刚强力量的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你配得我们的称赞。你创造这天地万物，就是向人来说明主你是永远的主，你是作王掌权的主，主你是我们生命从死里复活的主，主你不断的要更新我们的生命，在那黑暗的地方将我们领出来，让我们领受从你来的喜乐，从你来的盼望，从你来的平安。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经历。神要赞美，神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你神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门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你神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你神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足。你无条件的爱，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说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主，你在我们当中，主，你纪念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主，你不忘记那在困苦人当中的挣扎跟软弱。主，求主你的恩典施予在我们当中，使我们靠着你，我们有力量，成为那在人面前能刚强站立的人。主，你在软弱中行那扶持的工作，你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长筋长肉，不再成为那枯死的枯骨，而是要成为那有灵的活人。主，谢谢你在今天的晚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你。我们向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离开之前。